喺今個預苦期，讓我哋喺匆忙嘅生活中，為耶穌留一點時間，一齊以靈修同埋操練，預備自己嘅身心靈。本週嘅主題係關係復和。今日係預苦期嘅第27日。今日嘅經文係馬太福音第6章9至13節。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我哋禱告嘅心，即或係對嘅，行為都必須要配合。我哋要坦然無懼咁嚟到天父面前禱告，要得天父寬恕我哋嘅過犯，我哋就需要先行饒恕別人嘅過犯。當我哋樂意饒恕別人嘅虧欠，主動與人復和，冰釋前嫌，呢個就係弟兄姊妹和睦相處嘅善與美。人與人之間若果唔能夠相通，人與神之間某程度上都唔能夠完全相通。我哋要留心謹慎我哋嘅言辭，要尊重人，唔好用詆毀人嘅語氣，常常保持一個可以繼續交談嘅空間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一齊實踐今日嘅操練，就係向一個你曾經傷害過嘅人道歉，或者為對方做一個服侍，